各位觀眾，大家好。喺我哋開始之前，我想俾大家一個數字：295.29美元。呢個係截至我哋錄製影片嘅時候 ，Coinbase 股票代號 Coin 喺納斯達克交易所嘅股價。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呢個數字嘅上落代表住盈利或者虧損，代表住市場對加密貨幣行業嘅短期情緒。但係今日，我想邀請大家同我一齊暫時放低對呢個股價數字嘅追逐。我想同大家一齊做一件更加有意義嘅事，就係見樹亦要見林。我哋要穿透股價嘅迷霧，去睇清楚 Coinbase 呢片森林，佢嘅土壤有幾深厚，佢嘅生態系統有幾完整，以及佢未來究竟可以成長為一棵點樣嘅參天大樹。今日呢條影片將會係一次超過1萬字嘅深度旅程，我哋會徹底拆解 Coinbase 嘅商業模式、未來潛力，以及佢面對嘅巨大風險。我保證，當你睇完呢條片，你對 Coinbase 嘅理解將會達到一個全新嘅層次。廢話唔多講，我哋嘅旅程正式開始。當我哋提起 Coinbase， 90% 嘅人腦海中浮現嘅第一個印象就係一個加密貨幣交易所，一個俾你買賣比特幣、以太坊嘅平台。呢個印象冇錯，因為 Coinbase 的確係全球最大、最知名嘅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特別係喺美國，佢擁有絕對嘅龍頭地位，市場份額高達66%。佢係無數人進入 Web3 世界嘅第一道門，但係呢個身份同時亦都係 Coinbase 嘅原罪。點解我會用原罪呢個詞？因為單純作為一個交易所，佢嘅商業模式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就係極度依賴交易量所產生嘅手續費。而加密貨幣市場，大家都知道係一個高波動性嘅市場。牛市嘅時候，人人爭住入場，交易量暴增， Coinbase 賺到盆滿缽滿。但係一旦進入熊市，市場冷清，交易量急跌， Coinbase 嘅收入亦都會跟住大縮水。呢種靠天食飯嘅模式，對於一間想成為百年老店、想成為金融基礎設施嘅公司嚟講，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因為資本市場最討厭嘅就係不確定性。一個穩健嘅企業需要嘅係可預測、可持續嘅收入來源。Coinbase 嘅管理層由 CEO Brian Armstrong 帶領，對呢一點睇得非常透徹。所以早喺幾年前，佢哋已經開始進行一場深刻嘅自我革命。呢場革命嘅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係要擺脫對交易手續費嘅依賴，建立一個更多元化、更具防禦性嘅商業帝國。而呢個帝國，我認為主要由3大核心支柱所構成，而呢3大支柱先至係我哋評估 Coinbase 未來真正潛力嘅關鍵所在。如果話過去嘅 Coinbase 係一間超級市場，靠賣貨、提供交易、賺取差價、手續費，咁未來嘅 Coinbase， 佢嘅目標係成為一個頂級購物中心嘅發展商同管理公司。佢唔單止自己開店，佢仲要提供水、電、煤、網絡、保安、物流，吸引全世界最好嘅商戶、開發者同機構進駐，然後透過管理費、服務費、租金等方式賺取更穩定、更長遠嘅收入。而呢個購物中心就係由我哋跟住落嚟要詳細拆解嘅3大支柱所建成。第一個支柱，亦都係目前為 Coinbase 財報貢獻越嚟越重要嘅部分，就係訂閱與服務業務。呢個業務板塊就係 Coinbase 轉型最直接嘅體現。佢主要包括2大王牌業務 ：staking 質押同 custody 機構託管。我哋先講 staking 或者叫權益質押，呢個詞聽起上嚟好技術性，但係佢嘅原理其實好簡單。喺好多新一代嘅區塊鏈網絡
例如以太坊2.0，佢哋唔再用好似比特幣咁耗費大量電力嘅挖礦方式去驗證交易，維持網絡安全。佢哋用嘅係一種叫 Proof of Stake（POS） 嘅機制。你可以想象成個區塊鏈網絡係一間上市公司，而你持有嘅加密貨幣，例如 ETH，就係公司嘅股票。你將你嘅股票鎖定、質押起身，就等於你向整個網絡證明你係一個忠實嘅持份者。你希望網絡安全穩定發展，因為咁樣你嘅資產先會值錢。作為回報，網絡會將新產生嘅貨幣，好似公司派息咁，獎勵俾你呢啲參與質押嘅人。呢個過程對於普通用戶嚟講，其實有一定嘅技術門檻。你要自己運行一個節點，要確保24小時唔斷線。如果操作失誤，你質押嘅資產甚至可能會被罰冇收。呢個時候 Coinbase 嘅角色就出現啦。佢就好似一個專業可靠嘅物業管理公司或者基金經理。你唔需要自己搞咁多複雜嘢，你只需要喺 Coinbase 平台上面冚幾個掣，將你嘅資產交俾佢哋去進行質押。Coinbase 會集合大量用戶嘅資產，用佢哋專業嘅技術同基礎設施去進行大規模嘅質押操作，賺取穩定嘅網絡獎勵。然後佢哋會將大部分獎勵分返俾你，自己就從中抽取一小部分作為服務費。呢個商業模式有幾咁靚？第一，佢嘅收入非常穩定同可預測，只要區塊鏈網絡繼續運作，質押獎勵就會持續產生。佢唔受市場價格短期波動嘅直接影響。無論一個 ETH 係2000蚊定係5000蚊，你質押一個 ETH 產生嘅獎勵率係相對固定嘅。呢個為 Coinbase 帶嚟咗好似收租一樣嘅持續性現金流。第二，佢嘅用戶黏性極高。一旦用戶將資產喺 Coinbase 進行質押，由於好多網絡都有一個解鎖期，用戶唔可以隨時拎返出嚟。呢個就意味住用戶嘅資產同注意力會長期鎖定喺 Coinbase 嘅平台上面。第三，佢嘅利潤率非常之高，因為 Coinbase 已經有龐大嘅基礎設施，佢去擴展質押業務嘅邊際成本好低。當質押嘅資產規模越大，佢嘅規模效應就越明顯，利潤就越豐厚。根據分析師預測，單係質押呢項業務，未來幾年嘅增長潛力都非常巨大，因為越嚟越多嘅區塊鏈會轉向 POS 機制，而越嚟越多嘅持幣者會意識到將資產閒置係一種浪費，而質押係一種相對低風險嘅增值方式。Coinbase 作為市場上最合規、最受信賴嘅品牌，自然會成為用戶嘅首選。好。講完面向廣大用戶嘅 staking， 我哋就要講下另一個更加高大上、專門服務金字塔頂尖客戶嘅業務 Custody 機構託管。如果話 staking 係做普羅大眾嘅生意，咁 Custody 就係做億萬富豪同華爾街巨頭嘅生意。我哋試諗一個場景，想象一下 BlackRock 貝萊德呢間管理住超過10萬億美元資產嘅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佢哋經過深入研究之後，決定要將客戶資產嘅1%配置到比特幣。呢個可能意味住要買入價值幾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嘅比特幣。佢哋嘅風險管理部門、合規部門，第一個要問嘅問題就係呢啲數碼資產擺喺邊度？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將幾百億美金嘅比特幣放喺一個普通嘅 USB 手指硬件錢包度，然後鎖入公司嘅保險箱？絕對唔會，因為風險太高，唔單止有被盜、遺失嘅風險，仲完全唔符合佢哋作為託管人對客戶資產所需嘅監管要求。佢哋會唔會直接放喺一個普通嘅交易所戶口度？亦都唔會，因為交易所倒閉嘅風險
好似 FTX 事件咁，係佢哋無法承受嘅。佢哋需要嘅係一個獨立於交易所交易業務，專門為儲存數碼資產而設，符合最高級別安全標準，購買咗巨額保險，受金融機構監管，例如紐約州金融服務部，並且可以隨時接受審計嘅數碼資產金庫。而呢個就係 Coinbase Custody 嘅價值所在。Coinbase Custody 係一間獨立嘅信託公司，佢嘅運作同 Coinbase 嘅交易所業務係嚴格分開嘅。佢嘅唯一任務就係為機構客戶安全保管資產。佢哋提供嘅係冷儲存為主嘅方案，即係將絕大部分資產離線保存，從根本上杜絕黑客攻擊嘅風險。更重要嘅係 BlackRock 推出嘅現貨比特幣 ETF。IBIT， 佢哋選擇嘅比特幣託管方，正正就係 Coinbase。呢個可以話係 Coinbase Custody 業務含金量最高嘅一次背書。當全球最大嘅資產管理公司都將佢哋最重要嘅加密產品嘅安全交俾你，呢個代表住你喺行業內嘅信譽同地位已經係無可取代。呢項業務嘅收入模式，通常係按照託管資產規模 AUC 收取一個固定比例嘅年費。例如，託管100億美元嘅資產，每年收取0.1%嘅費用，就係1000萬美元嘅收入。呢個收入同樣非常穩定，因為機構投資者一旦選定咗託管方，就唔會輕易更換。隨着越嚟越多嘅退休基金、主權財富基金、保險公司開始涉足加密資產，機構託管呢個市場嘅規模將會係萬億美元級別。而 Coinbase Custody 憑藉佢嘅先發優勢、合規品牌同頂級客戶背書，已經喺呢條賽道上佔據咗絕對嘅領先位置。所以，當我哋將 Staking 同 Custody 呢兩項業務加埋一齊睇，你會發現 Coinbase 已經成功建立咗一個強大嘅非交易收入引擎。呢個引擎令佢喺熊市之中有足夠嘅防禦力，喺牛市之中有更大嘅增長彈性。呢個就係佢由一間超級市場邁向購物中心發展商嘅第一步。但係一個成功嘅購物中心唔單止要有好嘅管理，仲要塊地夠靚，交通夠方便。而呢個就要講到 Coinbase 嘅第二個支柱。第二個支柱係我個人認為 Coinbase 所有布局之中最具想象空間、最具野心嘅一步棋。佢就係 Base 網絡。要理解 Base， 我哋首先要理解佢背後嘅以太坊同埋一個叫 Layer 2第二層網絡嘅概念。以太坊可以話係目前最成功、生態最繁榮嘅智能合約平台。你可以將佢想象成數碼世界嘅 iOS 或者 Android 操作系統，但係佢有一個好出名嘅問題，就係貴同慢。想象一下，以太坊主網就好似一條單線行車嘅公路。當牛市嚟到，所有人都想喺呢條路上面行車，進行交易，結果就係大塞車。塞車嘅結果就係油費、交易手續費，即 gas fee 飆升，而且要等好耐先到目的地。呢個極大咁限制咗好多應用嘅發展。例如，你想開發一個遊戲，入面嘅道具係 NFT， 如果玩家每次買賣一件道具都要俾幾十蚊美金手續費，仲要等幾分鐘，咁呢個遊戲根本冇人會玩。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就出現咗 Layer 2嘅概念。Layer 2嘅解決方案就好似喺原來嗰條單線公路嘅上面起一條8線行車嘅高速公路，用戶可以將佢哋嘅資產由擁擠嘅以太坊主網 Layer 1橋接到呢條高速公路 Layer 2上面。喺高速公路上面，交易速度極快，手續費極低，可能只係幾仙。你可以喺上面暢順咁進行各種活動，例如玩遊戲、買賣 NFT、
進行去中心化金融 DeFi 操作等等。然後呢條高速公路會將一段時間內發生嘅成千上萬筆交易打包壓縮成一個摘要，再一次過提交返去下面條主公路 Layer 1進行最終確認。咁樣既可以享受到 Layer 2嘅高速同低成本，又可以繼承 Layer 1嘅安全保障。而 Base 就係 Coinbase 基於一套叫OP-Stack 嘅開源技術所建立嘅一條 Layer 2高速公路。咁問題嚟啦， Coinbase 點解要自己起一條高速公路？佢安安靜靜做佢個交易所唔好咩？呢個就係佢由超級市場思維轉向地產發展商思維嘅關鍵。Coinbase 推出 Base 並唔係單純為咗改善自己平台用戶嘅交易體驗，佢嘅真正目的係要吸引全世界嘅開發者嚟到 Base 呢塊靚地上面起樓、開店、做生意。佢哋嘅策略非常聰明。第一，佢哋宣布 Base 網絡唔會發行自己嘅代幣。呢個舉動消除咗開發者同用戶對新代幣炒作嘅疑慮，令大家可以專注喺應用本身嘅建設。第二，佢哋將 Base 網絡嘅一部分交易費用收入投入到一個叫 OP Superchain 嘅生態基金，支持更多開源嘅基礎設施發展。呢個姿態顯示出佢哋唔係想做一個封閉嘅花園，而係想同整個行業一齊做大個餅。咁 Coinbase 靠咩賺錢呢？答案係排序器費用 （Sequencer Fees）。排序器就係 Layer 2網絡入面負責將交易打包排序嘅核心組件。你可以將佢理解為高速公路嘅營運商。只要有人喺 Base 呢條高速公路上開車進行交易，營運商 Coinbase 就可以收取一筆微小但係持續不斷嘅費用。想象一下，未來有幾百萬、幾千萬用戶喺 Base 網絡上面玩住幾千個唔同嘅應用程式，每一個點擊、每一次互動都可能係一筆鏈上交易。積少成多，呢個收入將會非常可觀，而且同樣具備持續性同可預測性嘅特點。為咗推廣 Base 生態， Coinbase 喺2023年夏天搞咗一個叫 On-Chain Summer 嘅活動，聯合咗可口可樂等超過50個品牌同創作者喺 Base 上面推出各種 NFT 同應用，成功吸引咗大量早期用戶。呢個只係一個開始。Coinbase 嘅終極願景係將佢超過1億嘅認證用戶無縫咁引入到 Base 網絡嘅世界。佢想將 Base 打造成為 Web3 應用爆發嘅最佳土壤。未來當有現象級嘅 Web3 應用，例如下一個 TikTok 或者 Instagram 誕生喺 Base 上面，咁 Coinbase 就唔再只係一個交易所，佢將會成為一個新時代互聯網嘅基礎設施提供者，就好似今日嘅 Amazon AWS 或者 Google Cloud 一樣。呢個潛力比單純做交易所大咗至少2個數量級。好，有咗穩健嘅管理業務，有咗一塊潛力無限嘅靚地，一個成功嘅商業帝國，仲需要一樣嘢，就係流通嘅貨幣。而呢個就要講到我哋嘅第3個支柱。第3個支柱係一條睇唔見嘅紐帶，但係佢將 Coinbase 整個生態系統緊緊咁串連埋一齊。呢條紐帶就係穩定幣 USDC， 全名叫 USD Coin， 係由另一間叫 Circle 嘅公司所發行嘅。佢係一種同美元1比1錨定嘅穩定幣。簡單嚟講，你手上每一個 USDC 背後都有 Circle 公司儲備嘅$1現金或者短期美國國債做支撐，而 Coinbase 同 Circle 之間存在住一個非常深度嘅戰略合作同共生關係。Coinbase 唔單止係 Circle 嘅早期投資者，佢哋仲係 USDC 聯盟嘅聯合創始成員。呢個合作對 Coinbase 有咩好處？第一，星號利息收入分成星號，
雖然 USDC 係由 Circle 發行同管理儲備，但係根據佢哋之間嘅協議，Coinbase 可以分享到一部分 USDC 儲備金所產生嘅利息收入。隨着 USDC 嘅流通量越嚟越大，呢筆收入亦都越嚟越可觀。喺最新嘅財報度，呢部分收入嘅增長非常強勁。第二，星號生態系統嘅底層血液星號喺 Coinbase 嘅平台，以至佢嘅 Base 網絡上面， USDC 都係最重要、最值得信賴嘅交易媒介。當用戶想暫時避開比特幣嘅價格波動，佢哋會將資產換成 USDC。當開發者想喺幣上面建立一個需要穩定支付單位嘅應用， USDC 係佢哋嘅首選。可以話USDC 就好似流動喺 Coinbase 整個商業帝國裏面嘅血液，維持住所有活動嘅順暢運作。第三，星號合規性嘅加持星號喺穩定幣市場一直存在住關於儲備金係咪透明、係咪足額嘅爭議，而 USDC 一直以嚟都以合規同透明見稱，定期發佈由頂級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嘅儲備報告。最近 Circle 更加成功喺2025年6月5日喺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股票代號 CRCL。呢個舉動令 Circle 成為一間受美國證監會 SEC 嚴格監管嘅上市公司，極大咁提升咗 USDC 嘅公信力。一個更加強大、更加合規嘅 Circle， 對於 Coinbase 嚟講係一個巨大利好。因為佢意味住 Coinbase 生態系統嘅血液更加健康、更加值得信賴，可以吸引更多對風險敏感嘅大型機構進場。當然，我哋唔可以淨係唱好。一個客觀嘅分析，必須要正視風險。對於 Coinbase 嚟講，佢面前有3隻非常巨大嘅房間裏的大象，任何一隻都可能對佢嘅未來造成重大打擊。第一個，亦都係最大嘅風險，就係監管，特別係喺美國，目前對於加密貨幣嘅監管框架依然係一片模糊地帶。美國證監會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認為，除咗比特幣之外，幾乎所有嘅加密貨幣都應該被視為證券，需要遵守同股票一樣嚴格嘅註冊同披露規則。SEC 已經喺2023年正式起訴 Coinbase， 指控佢非法上架多種被 SEC 單方面認定為證券嘅加密資產，並且經營未註冊嘅交易所、經紀商同清算機構。呢場官司到目前為止仲未有最終結果，佢就好似一把懸喺 Coinbase 頭上嘅達摩克利斯之劍。如果最終法院裁定 SEC 勝訴，後果可能非常嚴重。Coinbase 可能需要將大量嘅加密資產下架，甚至可能要支付巨額罰款。佢嘅商業模式將會受到根本性嘅挑戰。雖然 Coinbase 一直好努力咁同監管機構溝通，主張國會應該立法，為行業提供清晰嘅規則，但係喺一個政治環境複雜嘅美國，呢個立法過程非常漫長。呢種監管嘅不確定性係目前壓制 Coinbase 股價估值最主要嘅因素。第二個風險係競爭。雖然 Coinbase 喺美國市場係龍頭，但係佢面對嘅競爭係來自四面八方，來自同業嘅競爭，好似 Kraken、Gemini 呢啲同樣注重合規嘅交易所，一直都喺度搶奪市場份額。而喺國際市場，雖然面對監管問題，但 Binance 嘅影響力依然不容忽視。來自傳統金融科技巨頭嘅降維打擊，好似 PayPal、Robinhood、Block， 前身係 Square， 呢啲公司，佢哋本身已經有龐大嘅用戶基礎。當佢哋開始提供加密貨幣交易服務，佢哋獲取新用戶嘅成本比 Coinbase 低好多。來自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嘅挑戰，好似 Uniswap 呢類建立喺區塊鏈上嘅去中心化交易所，佢哋冇中心化嘅營運商，理論上更加符合 Web3 嘅去中心化精神。
雖然目前喺用戶體驗上仲有差距，但長遠嚟講，佢哋會唔會蠶食中心化交易所嘅市場，係一個值得關注嘅問題。喺呢個競爭激烈嘅環境，Coinbase 需要不斷創新，先可以維持佢嘅領先地位。第三個風險就係我哋一開始提到嘅周期性。雖然 Coinbase 好努力發展非交易收入，但係喺可見嘅將來，交易手續費依然會係佢收入嘅重要組成部分。呢個意味住，只要加密市場整體進入深度熊市，市場情緒低迷，用戶活動減少，Coinbase 嘅整體收入同股價依然會受到巨大嘅負面影響。佢嘅業務基本面同整個加密行業嘅興衰依然係高度綁定。投資者需要有足夠嘅心理準備去承受呢種行業性嘅波動。分析完三大支柱同三大風險，我哋可以退後一步，重新拼湊 Coinbase 嘅未來藍圖。點解喺咁多不確定性之下，依然有大量聰明嘅投資者，包括木頭者 Cathie 嘅方舟基金，長線睇好 Coinbase？我認為原因有幾個。第一，行業趨勢不可逆轉，數碼資產作為一種新興嘅資產類別，已經逐漸被主流所接納。特別係美國證監會喺2024年初批准咗現貨比特幣 ETF， 呢個係一個分水嶺事件。佢為數以萬億計嘅傳統金融資金打開咗一條合規嘅投資渠道，而作為呢啲 ETF 最主要嘅託管方，Coinbase 係呢個歷史性趨勢最直接嘅受益者。第二，品牌同合規係最深嘅護城河。喺一個充滿騙局同風險嘅行業，信任係最寶貴嘅資產。Coinbase 用咗超過10年嘅時間，建立起一個最值得信賴、最注重合規嘅品牌形象。呢個唔係其他競爭對手可以喺短時間內複製嘅。當越嚟越多嘅大型機構想進入呢個領域，佢哋嘅首選必然係最安全、最合規嘅 Coinbase。第三，生態佈局嘅網絡效應，就好似我哋之前分析嘅 Coinbase 唔再係一個單點嘅交易所，佢透過 Coinbase Wallet 錢包、Base 網絡、Coinbase Prime 機構服務、USDC 等等，已經建立咗一個互相連接、互相賦能嘅產品矩陣。用戶可以喺呢個生態系統裏面完成由入門、交易、儲存到參與鏈上應用嘅所有事情。呢種強大嘅網絡效應會令用戶越嚟越離唔開佢嘅平台。影片去到尾聲，我哋返到最初嘅問題：投資 Coinbase 究竟係投資緊啲咩？我嘅答案係，你投資嘅唔單止係一間公司嘅股票，你投資嘅係對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全球化、更加高效嘅數碼金融未來嘅一份信念。你投資嘅係佢作為整個 Web3 世界入門通道嘅戰略地位。你投資嘅係佢喺機構資金湧入浪潮中作為首席數碼金庫嘅核心角色。你投資嘅係佢透過 Base 網絡成為下一代互聯網應用基礎設施提供商嘅巨大潛力。呢條路注定唔會平坦，監管嘅鐵拳、市場嘅波動、競爭嘅壓力會一直存在。Coinbase 嘅股價亦都會隨之而起起落落。但係如果你相信區塊鏈技術將會好似互聯網一樣深刻咁改變我哋嘅世界，如果你相信數碼資產將會成為未來全球金融體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咁 Coinbase 呢間喺風暴中心一直堅持合規、堅持創新、堅持長期主義嘅公司，就絕對值得你放入你嘅觀察名單，進行深入嘅研究。因為佢玩緊嘅係一場關於未來10年甚至50年嘅 long game。好，今集萬字深度拆解就到呢度。
唔知你對 Coinbase 嘅未來有咩睇法？你覺得佢最大嘅機會同風險係咩？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一齊理性深入咁討論。如果鍾意呢類深度分析嘅影片，請你務必 CLS、comment、like、subscribe， 並且打開你嘅小鈴。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製作高質素內容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條片再見。